主机板呢，电容器坏掉，怎么判断呢？外貌观察是中间上面那个十字的地方向上隆起鼓包了，会造成输出电压不够。你看那个电脑主机板坏掉，没有办法开机，检查主机板就是看那个电容器。现在他手摸着那个电容器外貌，看看有没有上面十字的地方有没有向上隆起鼓包。有换过了，就是那个电容器的问题。换好以后又可以开机了。就是先检查那个电容器，可以换比较大的，伏特比较大的，微化也比较大的，比刚刚看到那个还要大。嗯，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，比它稍大点是可以的。